希儿对这个缘什么的很感兴趣？没有。可这穆小西吧，她喜好男色，你们也都知道的。这男女之事吧，只要喜欢上了，为了情郎，自然是什么都愿意做的了。没道理呀，他上哪知道的原剧情呢？难道说是我说漏嘴了？也不对呀，会不会是我想多了？他说的那个原剧情，其实不是我说的那个原剧情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问清楚。瑞王殿下，功夫了得呀！他们是冲我来的，走。那你怎么办？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把我们公主给放了。有本事就冲我来，走。瑞王挺不识趣，给我上！快走！
这北境刺客是冲秦川来的，我留下只会拖累他。秦川是小说主角，虽然倒霉了点，但肯定死不了。等会儿，现在剧情不都改了吗？万一……让开！来人了，快走，快跑！王爷，秦川，一个不留。是，快追，追！没事吧？这都出血了还没事啊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逞什么能啊你？摇曳的烛光诉说夜的心事，思念你的我此时用仰望来代替，飞舞的落叶藏着怎么一直不说话啊？不祥的希冀，衡量着我为你看我这样包行吗？还疼不疼啊？一点小伤而已。还别动！你不是说本王只是挂名的吗？那为何又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救本王？那一码归一码，我摘星人后见义勇为不行？到现在，你还不肯承认你喜欢本王？谁喜欢你了？我……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把你弄疼了？叫你乱说话。宫内诗会是谁冒死相活？洞房花烛又是谁主动献吻？那不算，你还趁我喝醉的时候偷亲我。那本王偷亲你的时候，你分明在装睡，却为何毫不抗拒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心底上的藏尸，但双眼无法瞒人。如今我秦川已然满眼是你，你穆小溪对我究竟是何意？我也不。过去种种，我们都不要再计较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我便是真正的夫妻，可好？莫小溪，任务出发，下一任务刺杀晴川。什么？